受一生活在上主嘅祝福，亦都祝願在座嘅各位嘉賓家長身心康泰，天主保佑。希望能夠分享下我對同學仔嘅喜悅啦，同埋亦都希望能夠我自己嘅人生嘅經歷，希望亦都可以當係提示同學仔。我畢業啦，暑假後見啦，再見啊，係怎先啊？轉頭見啦嚇。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，讓愛與情依然最高。快要摸我的眼內，從來沒的盡頭。